真牛，真牛啊！真牛嘛！牛白呢？我干啥来？我在跟人那看，我也跟他一样的嘛。就我是小孩来着。你要打身上了嘞。对，岂不是这广告还得跟人家打身了？我带过去不？我不给人家是。你要是对嘛？我们也都小孩那个不知道什么呢？哎，你忘记嘛？这就都我们都干了。啊，我们都干了。我这个的，像那这么多没干肚子，我里头没干肚子呢。就我，这是三种上。就我，哎，这属鸟的呢，全部都干嘞。哎，我这个这样不还的，老的那马上都多的，我就是一老的。我那肥佬，一个人都不，我还得过这个我娘知道了，我得过这个门了，这我得靠着这打来着来。他知道了。我哩去家里，人家那么用了呢，那么他那做，那个学个嘛，他做这个的，那都一样呢。都还是哦，用些东西干的去，就没多呢。找大街了，我看路白家了还拖还落，就是被讲啥子呢？从多的多，从多那个铺路多都热，那些人啊，那我家当年老是被陪呢，就当年但是那一年的容易都是，对那对路啊，路海呢，结白海呢，而且你那些头我老觉得那鸟里面。能当年能找什么黑嘞？对了呀，对了呀，对了对路到下头了呢。知道啊。结果这多啥那么还用吗？好久不。那些路多了，我个山里面人去这样子呢。我没给，哎，过人找这点事啊，是不？到你们差不多多到呢？我还都找着那个。我去不，到个子，没有他的，那个木个人去干木了，一叫起那个木的话，个人就干了，再加那个木，再加个积木了，一就会家里子，跟伢子弄，那个三老子这个嘛，老人到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的那嘛，老姑娘呀，那弄，那现在屋里过几年了，人家站到那谁了？你看这，现在落一样，现在在地一样了呢。一只还一样，这一样，去看几了的还一样，那么好几种。跟家里那的落几啊，落还干了落还的，所以那铺路都鸟里都能全部给。谁个啥里干什么？个这样那个啥个这样还在那说。他五个这不打算，这里拉到那个兄弟，这里鸟里面也小是，鸟里面做就是只包还用个赔的。还脸，看脸嘛，你也看脸，我去到你家里样子，然后各也都自己呢。个不包的，这钱3千块，那是谁拿？不能管上。哎呀，啥还去了？够，你说不够的，这是，股子，学啥人的了？我他妈没人了解，上我家，苦还老苦，浪费了我给我的钱，反正，这苦在老苦，苦那苦，这人，也是在苦，在钱也给，你这时候乱倒，这时候大人这是个，苦是都是对。我的家个在3川那嘛，你知道到这里的。哎呀，那些，有些人都没要到，都到，路过那北路，或者到，到那个湖，有些哥，那是湖
我只我了，我要回到这一半啊，我不做这种这别样的，如果我做好啊，我不会把那个小我这还那谁了，那我那还那寂寞好像我的，那个鸟了，个鸟放就讲，你干嘛什么？你谁看的学搞的这个？这都这个用写个这个要拉的了，你那干嘛那个孩子，没一点不，不散了，那你个还都掉杠是，那这呢，跟两个老人就讲，如果要拉那个蛮拉的，但是他个主个这别个朋友还做梦啊的，跟两做年纪我都做如果呢，个现在还呢，这老路做年，我还都得就得出去活搞了，那个做年里呢，你就不要要求到还你看到学校人做年里家的点出去，去按你家要第三里家的，叫个好多老板主啊，你那是嘛？我们才不做。过去还有你那是都好就是那个我年用的，个好多那个去，就不要跟你去看了，到得就还有中多呢呢，个不帮啊，得就多呢路边是嘛，个也数我的了，我只能去蒙给你了这。这个我们家最近那个去我路去陪你讨个我闹去。个属于我里那里了，这个要脸了，你个么好在地路那门马上里那地我里那了，江中的地呢，江中个地个还里头了呢，故意还这个我里那里他个什么还那对对，个还是做你，一个要捏包那么个人家到了呢，他个主呢，也就弄这个不就拿着那得我买要多还个，你看多少个，你我一家点几号？个至少我能打口呢，个不帮的，个有动呐，个我娘懒着了呢，那个我打口，他这个别包大地呢。也国家也让我做。个样到了这里，弄这个样了，弄这个啥这个我都领导，个被企业叫也到个被政府了，个一级木的。然后我木哈点跟我嘞，这当木哈点不罢了大学呢我怎么会呢？当然就这样。那大学呢我怎么会？那没得，到这个点了，什么车辆喽？在国老母是那点，我把后代是什么去？我估计还有那个什么，跟娘里那的边去3手里的，也得被也得这样半个娘里那的被有很有意思的，真的。我们人还背着。跟娘里那是一边去3手，边去10个好搞什么真的。可以啊。一边的阿几了，边去8个这里了。还好我们个包那是嘛。可以嘛？但是呢，我怎么去？但节目呢就会讲，跟娘讲呢，但是会边去10个好搞什么真的。OK。边还有那个人还搞呢这。这故事呢是个还讲，啥这个叫啥呢？别去还讲这个嘛，别去啥上了啥陪这个嘛。呀，不认识了嘛？人家个人跟你要了讲嘛，头个人能在地了讲嘛。不知道了。头呢？头个人呢就这来就能他们的嘛，来你有几个人嘛？个的不会要好几条的，个我的呀。个那个不讲头个要去。哪里啊？也打了那个道路要去。个那几送课我有拿来这。几送课有了一路拿的，几送课还得有了路边，现在他做了，就这还在那里有了么嘞？我叫因为家我那个人路边人子，他给贵人还搞的贵人有边上我他给相当早几亩了，也是因为家我那个都还搞我叫个包几生我说那个啥，也那个几亩了的，哎呦哎呦，有大了呢，也这个三大了，亩了木那了，好木那地方，他几木，一家不多个，这个几亩人那了，就一家，还得一么去后头找个啥的要一家多的。哎呦，你们是吧？对了，这还是给那给，我这几亩是大的3万海里呀。明白了吗？那我才有必要。
那有当然的我这，那有了，就那些搞苦菜了，我，我那个这有，哎，那是也讲了呢。那结果下，那出下去，哎，我这里还在忙碌呢，这还不谈见呢，我是，跟他儿子，这还单呢，是吧？个还在买上来，那里，个行都买好的，就像个了这里还嘛子，那去个就去海里嘛，个对我现在差不多呢，个还在，个好的，个在哪？个人家兄弟大家都在吃海瓜子呢，可冷了，可乐嘛，结果干还这个冷嘛点的，这个冷嘞，也别冷嘞，好吃还，好吃不？唱我呢，我这样好吃不？你那嘛作家，那你也是作家，那西大嘛科作家，他人那是，谈那是没去谈这个，没谈那是，他给看了，是给考了，弄这个这个老人个海边嘛，都这样嘛，我有点了，OK，干嘛呢？啊，这因为讲那个老，把干嘛认真了，真的，是做累了，还辛苦了嘛，我不去那个真的，刚开始我还是我在电视我女要啊，刚端起我的女要哎，到这到还到这到干一个的，几乎就准备搞到钱了，真的，OK。这还过去那去捞一去再捞配的，我告诉你，老